既然甲恁杜家庄内底无甲半个工到我拍，我是毋是等于就是擂台主？既然我若是擂台主者，是毋是你应该将你的查某囝无条件来嫁我？大姐哦，请你放我一条心路啦！我是一个红红幼幼的查某囡仔，我要来嫁你一个老过粗牙的人咧。我若互你嘴馋，你较便宜个心。啊？你讲我老搁粗牙？你意思讲我是平湖菜瓜迄落10个阿妈搁兼瓜的哈？哦啊！我若带你做某，唔等于讲做伫咧摧残国家幼苗就对了。大家你莫生气好无？安尼你先有我不要讲话你啊，我别讲啥你啊？你哪有啥物唔对？伊是较骄尔啦，我较骄，我唔着这面大，搁过有斗过就对。哼！好大家，安尼莫生气。你两个是恶白讲啥？我当搭水果。阿爹，人讲的拢是事实嘛。你看，当伊迄种型的，我甲伊根本就无输配啊。人家要甲阮两个杀做对哦。大家啊，安尼敢袂开心？哎呦，讲搁斗恁啦！你甲看卖，看这查某看有兴趣啊无啦？阿爹，这嘛毋是讲斗啦，事实吼，伊遐只歹吼，要小可翕一个嘛袂使你啊。哦，要翕我哦？你当作安那？这角是的是拢去用翕大汉的就对。来做一套。好大家，你莫生气，这代志吼，你互我考虑者，看是要停办武打擂台，还是要直接放你为擂台主，你看安怎？好。我予你3天的时间来好好考虑一下，时到若无发一个完本的答复者，杜家武馆这4字的招牌，我就甲你拔掉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！那是啥物好消息啦？昨吼，阮阿爷咧杜家哦，哪敢咧天翻地覆哦，而且哦，我变个杜家哦，一定要设擂台，比武招亲哦。但这落哪有啥物通啊大声小怪啦哈？这落就是我计划在内，我叫伊安尼做的啦。哈，你叫伊安尼做，是安怎？有啥物目的？哎呀，这就是要甲伊教训啦，互伊后摆才袂安尼吼强欺辱。师公啊，这样这个呢？师公我转来啊。报告师公，你所交代的代志哦，我拢做到安尼数气啊，刷落去哦，唔知要安怎。祖家无问题，老家会出代志。你去甲阮徒弟啊，后司机讲叫进行第2步。第2步是啥？哎呀，这你都唔免问遐济，你甲讲伊就知影。但是你爱先选老大遐甲保护。哦，知。大好啊！我无忙。边请坐，我先落啊，有代志甲阮叫哈。哦，恁要先累哦？嘿。想袂到恁老家个地啊是要先累。哦，讲实在啊，那我这世人哦，做眠梦也毋捌梦到这个梦。我即摆咧伫因老家听欢行直转呢，所以因个规家伙啊人拢将我当作贵宾伫咧招待，哇，好爽哦！出来。好爽我讲啥？我好爽哦！哦，你敢若过了足好个安尼。袂啊啦，若讲过了真好是也袂啦，但是嘛差不多啦。那安尼你的意思哦，我就今日唔免踮遮甲你斗3工啊咯。歹势吼，我走啊。哎，不，那你若请红灯诶，啊，甲你滚笑你啊，安尼日头就想起想枵，这一切拢嘛你舒服我对无？你早就应该讲这句话啊！啊无啦，我若生气哦，做我走哦，我看哦，你要闭死把戏。袂啊啦，今仔日我会当过着这个幸福的日子吼，拢总是你甲我斗3工的，所以我唔甘愿你离开我身躯边。我决定要留你10000年。你要留我10000年哦？10000年你要活咧做妖怪？你伤悍啦！啊无上少嘛，我留你30000天。3万工？对啊。你凡间的人一年是365工，3万工。你想要活到90几岁哦？你免孝想啦！好啊，我甲你铁啦。师公哦有交代我，叫我甲你讲哦，叫你做人爱较客气，唔通伤嚣摆。啊，若会当成全人，就成全人，知无？知啦，这我知啦，你免交代。有人来啊，我会插伊。我看啊，伊拢绿的，哎，讲我走就走。好司机，我
有话要甲你讲。你莫摆，你摆要到地，我靠这种重的。人迄是即摆家事座谈，有事情慢慢坐下来谈。遐济啦。娘哦，你莫匆忙啦，咱办项代志吼，爱三思而后行啦吼。你点点，你两兄妹莫安尼好，一个拢入来就好啊，搁后壁搁对一个入来，害我后壁惊死。点点，你知影厝上我要甲你决斗了后，我甲厝心肝仔我真唔愿，所以我决定要甲你。小等下，阿兄哦，千万唔通啦，你哦唔是伊的对手啦，你莫甲伊扯拼啦，吼吼。我当时讲要甲伊扯拼，我是要死互看。